国内疫情稳定，这行业的防疫作为拢放宽，不过电子游戏场甲 KTV 伫中央也未解禁迄时，议员蔡淑慧上午伫总日巡就公开点名经发局长陈凯琳，竟然讲台南会当偷偷开放的言论，嘛互伊相当质疑局长的诚信。会中市长黄伟哲则出面回应，绝对无偷偷开放，而是辅导业者防疫超前部署。在今年的9月10号，我们在民治议会的时候，因为有很多的电玩业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以8大行业都能够开放，为什么电玩业不行？我曾经询问我们的经发局局长，他跟我这样讲，他说：“你曾经想过要偷偷的开放电玩业，让他们能够营业？”市长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这句“偷偷的开放”，你曾经有动过这样的一个念头吗？我不知道什么叫偷偷的啦。重点是我的想法，我是坦白跟各位议员也说明，就是我们是想说一些前置作业都做好，是，比如说申请啦、去检查啦、防疫计划啦，通通都做好了，然后如果中央开绿灯，我们就可以直接，不用说中央开绿灯再来申请、再来检查、再来怎样。面对经发局长定压公文，蔡淑慧进一步表达，这是这议员共同的心声，讲伊口才一流，不过伊安平甲区标准厂房如何处理为例，却是拖刷，质疑碰风无实在。议员伫总日巡替经发局长开导，佮讲到市长连任的危机，就是伫身躯边的人。议员要强调的是，市长对市情的用心，才是上好的宣传。对此，市长回应，伊对连任有信心。咱的新闻，军职林根采访报道。